今日嚟到荔枝角食呢一個無限時火鍋，門口有呢一個嘅餐牌，可以撳停佢睇下。無限時火鍋分咗午市嘅時段同埋晚市嘅時段，我哋揀咗午市嘅時段11點半至到4點半，5個鐘。呢一度呢，就係荔枝角長順街15號 D2 Place 嘅2期1樓。搭地鐵就係荔枝角站出，地鐵站都會有指示去 D2 Place 嘅出口。嚟到呢一度1樓可以直入，一路望到呢一間火鍋店呢，佢啲餐台嘅佈局，咁有啲卡位啦，有啲4人台。你睇到佢台面嘅設計，一個一個小爐啊，其實可以一人一個火鍋，自己管理自己嘅火鍋，亦都可以呢，要一個大嘅鴛鴦鍋，咁啊悉隨尊便啦。鴛鴦鍋係要加錢嘅喎，加38蚊。反而一人一小鍋可以唔使加錢，而且可以揀自己喜歡嘅湯底。我哋揀咗晏晝嘅無限時火鍋，11點半去到4點半。有2個火鍋類別，一個係經典滋味，另一個就係尊上極品。湯底都有10多款選擇。經典滋味星期1至4 258，星期5至日或者公共假期嘅前夕呢，都會係288。尊上極品星期1至4 318，星期5至日348，同埋公共假期前夕都會係收348嘅。另外係要俾加一服務費。2個級別相差嘅價錢係60蚊，而佢提供嘅食物呢就好唔同。所提供嘅醬料好似好多咁喎。我哋選擇咗1人1火鍋，叫自己嘅湯底，各自各精彩。飲一杯先。呢一個三啤係要喺點餐嗰度點嘅。經典滋味同尊上極品可以撳停嚟到去睇一睇，比較一下。牛肉方面佢唔同，主要嘅呢係牛小排同埋風門柳，仲有一啲海蝦啊、帶子。而家先嚟送上尊上極品嘅成盤。呢一盤就一定係先嚟俾我哋打卡㗎啦，逐樣逐樣睇下先。有牛小排、風門柳、牛板腱同埋黑豚豬肉。尊上極品當然主力係要食牛小排同埋風門柳啦。如果係經典滋味，咁一定主力係食牛板腱啦。而家嚟試呢個牛小排，油脂分佈幾平均，好嫩滑。點下啲醬汁先。第2輪叫嗰啲呢，佢就會用呢啲黑色膠碟上。跟住我哋又試呢啲蝦膠同埋墨魚，一人試一下啦。咁蝦膠嘅味道呢就比較濃啲嘅，墨魚嗰個味道呢就清淡一啲。本來我哋想要雞蛋嚟做一個調味醬，但係發現呢要喺嗰個手機點單度點，而且要另加收費，每隻3蚊，真係唔知點解啦。喺自助區度攞咗啲菜同埋一粒牛丸，咁啊睇下呢粒牛丸啦。呢一粒牛丸呢，就係鹹蛋黃喺裏邊嘅喎，咁啊即係玩到用鹹蛋黃嚟到去做餡啊！呢一個水魷魚，呢個急凍烏冬要手機點單，叫一啲燒焗嘅嘢。呢一款呢，就係紫薯啦。呢款主時都焗得幾好味。
又叫咗啲串燒啦，有金菇菜牛肉串燒，同埋一啲蝦菠蘿，都幾好味。食到咁上下，出去行下呢個自助區。咁呢間餐廳都係有會員制嘅，咁第一次嚟食，如果你登記成為佢個會員呢，就可以減20蚊，或者係如果你叫鴛鴦火鍋，可以減佢個鴛鴦火鍋嘅收費。呢一度嘅火鍋，我覺得佢嘅優點呢，就係佢可以俾你選擇係一人一鍋，或者係用一個大鍋係鴛鴦火鍋，咁就係客人自己選擇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優點嚟嘅。唯一唔明佢點解一隻雞蛋佢要加收3蚊咯？如果你食一個火鍋300幾蚊，又要另計3蚊，我覺得好似好奇怪。火鍋配料呢邊係肉類啊，有田雞啊、牛排葉，仲有啲丸類啦、青口，都好多選擇喺呢度。有啲真係唔敢試啦，所以要一人一火鍋就係咁解啦。呢一邊就係餐後甜品區，有啲乳酪啦、雪糕同埋啲迷你蛋糕，有啲真係好細件啊。兩款嘅乳酪，佢有哈根達雪糕供應，不過呢就係要手機嗰度落 order，由服務員送上嘅。但係呢度提供嘅飲品就有呢啲啦。埋單今日係平日，專上極品火鍋，每位310，另收加一服務費。